11月29日，積極的捍衛者，對我們來說，它的含義超過了真正的公共關係政策。它不只是杜絕了我行我素，這個傳統是持久的、現實的提示。個人野心在護戒協會沒有位置，在協會中的每一個會員都變成了我們兄弟，也就是協會的積極捍衛者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142頁，第11個傳統表達了謙卑的基本概念。它讓我以如此簡單卻又如此深刻的方式完全投入方案。它滿足了我成為宏偉整體的一部分。謙卑讓我進一步接近團結統一的精神。沒有它，我就不能保持清醒。我要記住，每一位會員都是我清醒的榜樣。每個人都應實踐第11個傳統。我體驗到了自由，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匿名的。